跟住屬兔嘅你今年冇乜特別啦，咁都好過2024，因為2024你叫太歲雙穿，太歲雙人都稍有是非。咁今年屬兔嘅你咧，去到蛇年都叫做驛馬年。都容易周圍走啦，細嘅驛馬年唔係大衝年，屬豬就大驛馬啦。咁你屬兔都係細驛馬，驛馬嚟講都可能去旅行多啲啊，或者成日周圍走啊。喺香港都可能係成日都中意約啲朋友出街，就冇乜特別㗎。咁屬兔嘅你今年就好平穩啊，因為吉星得粒8座，表面風光地位提升，就空星就全部冇乜空星要留意，所以屬兔呢一個平字可以形容啦。咁但係都要分下運氣好同埋壞咁，亦都一樣啦。如果你生喺8月8之後3月6之前，寒命人呢點樣去到2025夏天至到2028嘅秋天前呢3年嚟講呢，有新機會可以放膽嘗試。如果你生喺3月6之後8月8之前呢，咁呢幾年要守啦，最快有新嘅嘗試都係2028嘅秋天之後，除非你夏天出世、春天出世，而家份工打到唔係話好滿意，又好想轉、好想轉，或者壓力太大，轉一份人工冇咁高、職位冇咁高嘅咧，轉衰就可以喎。如果轉好再進一步咧，到最後咧好嘅機會唔係好大㗎。